求大王赐罪，千万不要殃及无辜。臣妾魏氏求见大王，臣妾有罪，求大王赐罪。求大王千万不要殃及无辜。魏夫人，夫人还是请回吧，大王不会见你的。既然大王不肯见我，求大监代我呈上这封血书。夫人为何要为难老奴啊？大王从来不把这种割破手指洒点血的东西当作诚意。既然大王不肯见臣妾，又不肯看我的血书，那我只好跪死在这儿了。那请魏夫人自便吧。大王！八子，公子华，八子请留步。樱花有话要说。母亲大错已铸，覆水难收，更曾屡屡为难八子，望八子宽厚慈悲，不要与他计较。大王若不计较，芈月自然不会计较。谢夫人宽厚慈悲，樱花来日定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凭这么几句话就想为魏夫人开脱，也太便利了吧？魏夫人与公子华虽然是母子，但真的很不一样，还是应当母是母，子是子。樊长史病了。是。樊长史说出当年摔下台阶的事情之后，回去就病了。老奴就这事还审问了魏长史，他把事情都担下来了。他说那日看见王后在责罚国美人，于是伺机作乱，叫旁人绊倒了樊长史，想给大王火上浇油。记得当初老奴想查清此事，但因为永县令警离遮掩，因此一直没有查出个所以然。你曾告诉我，那芈月推测樊长史不是自己跌倒的，可后来见你查不出结果，寡人还想，那丫头虽然聪明，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谁知竟有这峰回路转呀！樊长史这个人胆子最小，是心病，他知情不报是过，但眼下又帮着寡人查清旧案，是功。
算他功过相抵。派个好御医去给他看看吧。是。大王，永相令派人来报，说魏长史刚刚在报室里咬舌自尽了。怎么没将他看住呢？一个人一心要死，是看不住的。出去吧。是。可惜啊，她是寡人宫里最懂得腌制干果的嫔妃，以后再也吃不到她腌制的蜜杏了。魏夫人还跪在殿外吗？是，已经整整1日了。公子华也来了，华儿也来了，就跪在大殿外。到此刻也已经有2个时辰了。算了，让他们起来吧。去告诉魏夫人，让她回去好好闭门思过，痛改前非，不然寡人再不让华儿与她相见。是。大王有旨，令魏夫人好生回宫，潜心反省，以观后效。母亲，我们回宫吧。父王准我们回宫了。不要扶，我自己能走。夫人喝口水吧。你是谁？奴婢是曾服侍魏长史的彩嫔，我没见过你。我只是他身边的粗使丫头。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？魏长史在内府咬舌自尽，永相令让奴婢来披香殿服侍魏夫人。你说他咬舌自尽了？母亲，母亲，我妹妹死了，我妹妹死了。还有再凡前日因哭醒死在内府。夫人，保重身体。他们都是因我而死的。母亲这是何苦啊？请母亲莫要再伤心，身体要紧。母亲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花儿，是母亲无能，让你也跟着受委屈了。正因为母亲行事荒唐，才落得眼下这个地步。母亲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。
孩儿只要母亲平安，怀儿便无怨无悔。请母亲切不可再以身试险。母亲这么做，并非为了自己。我知道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儿打算，但从今以后，请母亲不必为孩儿苦心周全，该由孩儿来庇护母亲了。你庇护母亲？请母亲放心，母亲便是孩儿的天，孩儿会把母亲的一切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。王后宫里的红枣汤甜而不腻，怎会这样适口？王后一定要交给妹妹。我还真教不得你。这红枣汤是芈月带来的，你问她吧。芈月妹妹，怎么做的？东西都是寻常的，法子却是魁姑的。把那红枣红豆用清水洗净，浸泡1个时辰，然后清水煮沸，加入去壳留肉的桂圆，再大火煮沸，文火再炖半个时辰。这红枣汤有安神补血、健脾养胃的神效，女子冬日喝它是最滋补的。妹妹，你吓死我了，这不比煎药还难呀？这可比药好喝多了。妹妹如今常在成明殿走动，定是大王也喜欢上了妹妹的红枣汤。大王爱不爱红枣汤我不知道，但是王后却是真心喜欢。你们也是幸亏有我，才有这口福，还不是看在我的份上？要不你们怎么知道这天下还有这么好的东西？哦，对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大王好像已经宽恕魏夫人了。樊长史虽说没有受到大的牵连，但被吓破了胆子，如今依旧病得不轻。因为魏夫人并没有丢失同福节，她的侍女采凡虽经内府严刑，却不肯吐口，死在内府。加之大王素来疼爱公子华，若拿不到确凿的证据，大王不会处罚他的。但他在宫中再想害人，却是不能了。我听说魏夫人已经向大王提出要抚养魏长史的儿子公子壮，他现在大约只能打大王骨肉的主意了。不行，绝不能让魏夫人领养魏长史的孩儿，不然这3、5年后，宫里又多了个与我们心意不通之人。那姐姐打算怎么办？公子壮年幼丧母，孤独可怜。我是母后，照料大王的孩儿义不容辞。我会向大王提议，由我亲自抚养公子壮。不过，魏夫人的儿子公子华一向被大王看重，谁知哪一日那魏夫人会不会于禁复燃？王后的当儿是嫡子，王后不如向大王提出，早日立他为太子。当儿是嫡子，但立太子一事若过着急，反而会令得大王反感。依我看，最好等当儿长到3、5岁，性情初定，再找个机会和大王提更好。难道芈八子的意思是眼下公子当还看不出有当太子的资质？不然为何要等？你可知欲擒故纵这4个字，凡事欲速则不达。好了，你们不要争了，今日只是姐妹相聚，何苦为了不相干的事情闹得不高兴？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敢问阁下，可有见蝼蚁溺水而止之乎？此乃人之本性也。所以，我们儒家论人性，以善导之，自可罢兵止战，天下太平。好啊！儒家说的好。王公子觉得这里怎么样？热闹吧？敢问阁下，可有见幼童系折花催叶，我看到一个书人，着实罢物否？请自便。此乃人性本恶也，唯我法家倡导，以法相术，知其恶，治其恶，天下方能严整有序，令行禁止。此话差矣。
雍大人，才能治天下。张子，民为贵，有些时未来这里比之前更热闹，是叽叽喳喳的，像个大集市。你那套人证的说法，明明你来都来了，自欺欺人，凑个热闹。下一注，咱们赌一下，看谁家会赢。好啊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能空手而归啊！好，你们道德家的学说好是好，但是不如我们兵家的实用。人可以贫贱，但不可以受辱；可以富有，但不可以糜烂。黄公子，国民不必好战，但必有血那是气我新来的一个门客公子倩，见义不为。他来自楚国，满腹经纶，只是执意不肯入朝为大王效力，所以眼下是暂时屈居在我的府中。公子倩，啊？虽然实用，却过于功利了。怎么，张子与他相识？啊，唉，眼花了。跟张仪之前的一个故人很相似罢了。哦，看差了。一天到晚只会空谈清净无为，这于事于人有何用处？一派胡言。我们道德家的道法自然，与时迁移，应物变化。看似无所作为，实则无所不为。说得好，好，兵家好，法家好，兵家好，法家好，道德家好，儒家好啊！道德家好，道德家好，兵家好，法家好。公子，今日辩论明明是我们儒家获胜，你为何不投我们的注啊？鄙人并非不赞成儒家的克己复礼。只是诸侯相争，天下大乱，克己复礼难以实行。可就算你不赞成我们的学说，也别投法家呀！这法家治国简直是一派胡言。照他说的做，那君王们都独视、独听、独断，那岂不是一言正而天下定，一言夷而天下泯吗？想要富国强兵，就要依法治国，讲究诚信，法不于众，使万民知所必就，能够以法自戒，也能够监督官吏公开断案，防止罪犯法外求情。法家以为民之性饥而求食，劳而求逸，苦而所乐，辱则求荣，此民之情也。若能利用百姓趋利避害之心态，惩恶扬善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诧异，法家哪里是惩恶扬善？他们是让百姓不堪重负，苦不堪言。他们不是说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吗？他们要的是强义国君而弱天下之百姓。先生，这是断章取义。法家提倡不别亲疏，不疏贵贱，一断于法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，法不阿贵，绳不绕曲。王公大臣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月儿，公子所言甚是。月儿，没有人。哎，公子借一步说话。来，公子走。领教了。张子，你快放开我！你这是做什么？黄公子死而复生，恍如隔世啊！我在里面见到月儿了。见到谁？我见到月儿了。芈月已经被秦王封为八子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呢？不可能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就是月儿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久别重逢，你要是不嫌弃，陪我饮2杯。张子，怎么来日方长？公子歇！我有要事跟你谈，事关你和芈月的生死。走。哎，来，这儿。小二，点酒。哎，来了。公子，我如今该叫你公子倩呢，还是叫你公子歇？公子倩吧。公子倩，公子倩，不好听啊，总是欠着别人的，做人多辛苦啊。那就随长子怎么叫吧。好，公子歇。哈哈哈，公子歇大难未死，非常人之幸也。为什么把名字改了？长子心知肚明，就不要跟我兜圈子了。
你也不要再跟我兜圈子了。老朋友到咸阳绝非一日两日了吧？如今的秦宫之中，已经没有当初受人欺凌的楚国公主了，只有深受秦王宠爱的芈八子。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你黄歇还想做什么？我不相信月儿是个贪恋富贵之人。芈月变成芈八子，定有她的不得已。你说的对。他曾经想离开秦国到齐国去，据说是你们的约定，后来留下来，也是为了要给你报仇。无论做什么，他都豁出性命，飞蛾扑灯，只为了坠崖而亡的黄歇。如今，秦王做主，劫持王后车队的主使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罚的罚，尘埃落定。你突然死而复生回来，你让他如何面对，让众人情何以堪呢？张子，这是我和月儿之间的事情，与他人无关。与他人无关，你为何要更名改姓，藏匿在雍大人府里面？你也算一代才子，竟说出如此荤话。你也知道，秦楚联姻之后，大秦的前朝后宫里风波不断。芈月几次死里逃生，好不容易熬过来，如今有王后做靠山，加上秦王的爱惜，受封八子。你要他怎样？我不要他怎样，我只要见他。见了又如何？见了就知道究竟。知道究竟又如何？知道究竟了，就会有机会。那样会害了你，也害了他，就为一探究竟。张子，难道你有保全我和月儿的其他法子？当然有。你离开咸阳，回楚国，我给你备下盘缠，或者你想去哪儿都行。我黄歇不远千里来到咸阳，我是不会弃月儿不管的，我一定要见到他。见，一定要见啊！身为男儿，为情至上，哪管他洪水滔天就害到别人，哪怕牵累到芈月公主都在所不惜，一定要见到他。我佩服。张子，多谢你的心意，在下告辞了。月啊，看你晚上没怎么吃，有心事？记得当初我曾发誓，只要找到杀害子歇的凶手，给子歇报了仇，我便离开秦宫。眼下也算报了仇了。此一时彼一时，如今大王这么看重你，你又何苦还说这些没由头的烦恼自己？或许是我当初说的那些话，子歇在天之灵都听到了。怎么会呢？姑姑，若是我说的那些话，子歇都听到了，又见我改了初衷，他会怪我吗？今日你从外面回来，就一直神不守舍的，究竟怎么了？今日在四方馆，我听到有人叫我月儿，那声音好像是子歇。你定是听岔了，黄公子已经过世好几年了。是呀，可那声音我听得真真切切的。那是因为你心里一直没有放下他，思则气结，久思伤脾，情志不舒，扰乱神明。其实只有你过得好，黄公子在那边才能放心啊。既然你惦记他，等开春了，我陪你去他的墓地看看他吧。今日我投的是道德家，我打赌赢的笃定是道德家。哎，有道理啊！我看啊，儒家要赢，虽然我投了墨家，哎，
初一赢的是法家，依我看，今日还是法家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邢多眼下推崇的是商君之法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哎，大家都不要猜了，今日各辩家口才出众，言辞犀利，各家著述相当。依我看，这输赢就只能凭运气了。未必，我看未必。月儿，在下莽撞，认错人了，抱歉。魏良人，米八子，魏良人近来可好？多谢八子惦记。上次向八子讨要了红枣汤的做法，回去吃了一阵子以后，果然立见奇效，夜夜睡得安稳。睡得安稳比什么都强。马上又是年末了，我想绣几个荷包当做打赏的物件儿。宫里针线除了樊长史，就是芈月的好。樊长史整日病病殃殃的，也不便打扰。不知芈月是否有空闲，我好上门讨教。魏良人客气了，若是需要，随时到会院来找我便是。多谢八子。魏夫人在前面等着你，你若不想见她，可以叫侍女回了的。该见的总是要见的，我还是去见见她。芈月先告辞了。魏夫人，芈月，这么冷的天，魏夫人一直站在这里，何苦要自己与自己过不去？天寒地冻，并不打紧。八子若是不嫌弃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们先回会院，去把魏良人要的绣花样子给找出来。是。魏夫人，不要搞错了位分，怎么给我一个八子行此大礼？魏延苟延残喘，望八子能给我一条活路。宫中之事，全在大王一念之间，岂是我一个小小的八子能够左右的？八子虽是宫中新人，却有挪移乾坤的本领。我魏延虽得罪过人，但能恨死我的，你该是第一人。我当然恨你。倘若你是我，必定一样。告辞。如果我说一群人伏击往后车队的事与我无干，你可相信？我信。你信？我曾经以为是你，我恨你入骨，我甚至为了报仇才贸然进宫。你下毒、挑拨、诬陷，设计害我骨肉兄弟，你所作所为毒辣阴损，却没有拖出一个后宫妇人的心计手段。收买义渠，动用大军，置整个宋驾车队于死地，破坏秦楚联姻，挑起征战。你没有这个能力和气魄，你要的是后宫的地位，儿子的太子之位。若秦国陷于内乱，四分五裂，对你来讲也是一损俱损。你只看得到眼前，却不擅长舍近求远。所以收买义渠人，该是他人的谋略，而你只是魏国棋盘上一颗小小棋子。每一个出嫁女，不都是母国的一颗棋子吗？那要看自己是否愿意了。无论怎么说，魏国的这盘棋是输了。魏长史他们用自己的性命替你还了债，大王看在公子华的份上，保全了你该有的，其余的你不该奢望。反过头想想，眼下的这一切，
何曾不是因为你自己贪欲过多而受到的报应呢？这么说，你仍然不肯放过我？我从未有意为难过你，从何谈起放不放过？对不起，魏夫人，就此别过。岁数大了，真是受不了这倒春寒呐！一日下来，这浑身的骨节都是疼的。哎，使点劲儿。哦，这宫里的琐碎杂物，师傅您用不着事必躬亲的，让孩儿们去做就好了。你们能让我放心吗？不是手笨眼拙，就是脑筋糊涂。万一有个闪失出了差错，大王怪罪下来，看谁去顶罪。大监，披香殿的彩屏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来干什么呀？魏夫人眼下是墙倒众人推，师傅您犯不上跟他纠缠，让他走吧。是。等等，宫里的风雨，你们才见过多少？让他进来。是。你们都出去。是。大监，什么事儿啊？这是魏夫人孝敬大监的。无功不受禄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魏夫人说，受大监关照多年，这颗明珠只是略表心意。回去告诉你们夫人，夫人和我都是大王的人。侍奉大王，让大王高兴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既然我们都是大王的人，这互相照应也是应该的。东西是好东西，不收吧，又怕你们夫人多心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夫人还希望大监有机会在大王面前替公子华和魏夫人多美言几句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夫人好自为之，用不着我美言，大王心中肯定有数。魏王用尽手段，令公孙衍弃秦就魏，大王心中一直闷闷不乐。最近听说公孙衍正在四处游说诸国，想联手伐秦，真是恩将仇报，让大王恨不得立即出兵讨伐。夫人，母亲说什么了？那大监收了明珠之后，说天色已晚，要休息了。他收了东西，不该如此。你爸从进门到出门，他说的每个字都说来给我听听。他说，夫人和他都是大王的人，伺候好大王，让大王高兴是本分，彼此关照应当的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不对，一定还有。他还说，他还说大王因公孙衍挂印出走，恨不得马上征讨魏国。奴婢只记得这些了。夫人，大监是说，大王有意攻打魏国。那话大约就是这样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母亲，你这个野人！夫人，樊朝使来了。
樊长史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姐姐该知道我一直在病着。是啊，是我们牵连了你。谁让你也是魏国的应女呢？夫人，我尽管病着，可是心里也还是惦记着姐姐的。那真是难为你了。姐姐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又是笔又是墨的。我在给大王上奏折。上奏折？可是大王连你的写书都不看，他怎么会？这封奏折，大王会看的。魏王十恶不赦，屡屡与我大秦为敌。臣妾恳请大王即刻出兵，征讨魏国。你看，我愿意公子华阵前为将，当征讨先锋。夫人，你要公子华去征讨魏国？是啊，你这是……夫人，魏国可是夫人和我的母国呀。让自己的孩儿去征讨自己的母国，想必你是以为我疯了。但这是大王愿意看到的我的诚意。真正的血书不用割破手指头，你仔细看看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血，都是血。王后，昨日双星半月，宫里头说此非吉兆。哦，有此事。大王已经让永相令准备东西到祖庙去祈福消灾。你们两个去膳房看看，我一大早就做了枣泥糕，公子闹着要吃，都这时辰了，还没给送来。是。王后在想什么？双星半月，金木争辉。我记得那公子华是金命，可我的当儿是木命。说起来，公子华在诸公子当中最受大王器重。前不久魏夫人主动上奏，恳求大王伐魏，还提议公子华作为先锋。大王虽未即刻首肯，但魏夫人壮士断臂，已让大王动心。秦魏交兵是迟早的事，倘若公子华出师大捷，说不好魏夫人那一头就可能死灰复燃。这个做母亲的还真是狠心，她就不怕战场上刀剑无眼？得想个办法让大王忽略此事。对了，大王的寿辰就快到了，奴婢怎么记得大王好像不怎么过寿辰啊？去年也是这个时候，你跟大王提起要给他办寿宴，大王好像回绝了。那是因为梦莹拒婚，大王在气头上，但今年就大不同了。双星半月是凶兆，该有喜事来冲一冲，哪有不办的道理？那是得好好筹划筹划。大王向来节俭，操办起来可不像我们当年储公那样，但排场还是要的。明日你把永相令穆庆招来，他上任半年，人还算伶俐，我会吩咐他把诸事一一打点起来。是。你们看看，怎么样？明日大王寿辰，王后要后宫嫔妃，
各自准备贺礼。别人都是送金送银的，咱们送的最贴心。虽说是敢做的，要我看，也还说得过去了。夫人的针线在宫中已是无人可比，再加上魁姑，谁还能有什么话说？当然有话，那就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哇，你们这好热闹啊！大监，拜见八子。大监免礼。啊，给大王祝寿的。是。哦，这几手绣的真是活灵灵的。寿与寿又同音，的确很好。大监跟着大王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能勉强入大监眼的东西，那就算是能过得去了。我夸的不仅仅是你的针线，还有你的心思。宫中不缺巧手的女人，但论慧心巧思，恐怕只有八子是第一份。大监谬赞。记得八子刚入宫的时候，从头到脚那叫个素净。如今衣裳艳丽，人也俏丽了，这可真是人靠衣裳，马靠鞍呐。大监既拿我取笑。八子，老奴这次前来有一事相求。大监请说。近日前朝事情甚多，大王的心情不好，八子该花费点心思，借祝寿的时候，一定要让大王宽心解忧。那是自然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大王看了我的上书，虽然没有多说什么，但总算是点头了。所以，一旦秦国对魏国开战，必会派你上阵。母亲放心，孩儿定不会给父王和母亲丢脸。母亲此举也是无可奈何，华儿的前程都在这军功上了。说起军功，孩儿想起一事。昨日我遇到了王叔公子思，见得我好一顿抱怨，说他尽管是先王之弟，可他的田宅、车马、衣饰，竟比不上朝中一个大夫。而且这样下去，用不到10年，他的子孙便会住无居所，食无所饱，流落街头。秦国凭军功，论贵贱次第，显荣都是靠脑袋挣来的。我是真的不想让你到战场上去冒这个风险，但秦律规定，无战功不可世袭官位。公子思在嬴氏旧族中举足轻重，你还是要与他交好。处离子是总伯，你找处离子替他说说吧。今日宫内外不太平，许多旧族因为双星半月的天象，鼓噪凶祸之兆，说月与岁星同光，吉有吉亡，法古无过，天谴大秦，王侯将相谋不轨。还有人上书要求恢复旧制。先王尊商君而变法，寡人杀商君而尊商法，废了旧世卿世禄制，根据军功大小授爵，让那些旧族们富而无荣华。他们是想借天象要挟寡人。这些年新法民已殷富，国已富强，但仍有些旧族们心存怨愤，鼓噪之声如夏日蚊蝇，不绝于耳。王兄要对这些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，恐怕很难。为了这新法，已有无数人前赴后继，寡人走的是无法回头之路。大王，该是去交房殿的时辰了，嫔妃们都在那儿等着要给您祝寿呢。此刻寡人哪有这个心情？
大王，大家既然想热闹热闹，大王就去凑凑去吧。把这个放在案几上。今日可是大王的寿辰，你们都好好布置，不许偷懒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王后，准备差不多了。王后，众夫人都来了，那魏夫人也来了，还带来了寿礼。我没派人去请她呀。王后，今日是大王的寿辰，那魏夫人又未获罪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拜见王后，拜见王后，拜见。都免礼吧。今日是大王的喜庆之日，姐妹们正好聚一聚，用不着拘着。王后，木星刚刚来传话，说大王已经下朝，应该马上就能到了。快布置好，大王要来了。是。这边。看着屋子布置的，王后可没少花心思。永相令新上任，为了讨王后欢心，弄得这后宫人仰马翻的。可我听说，先王后在世的时候，大王不大过生辰的。新王后有新王后的规矩呗。大王到！臣妾见过大王。拜见大王。都起来吧。大王，快入席吧。听说王后为了寡人的生辰，已经忙了好些时日，还不是图个松柏长青、日月长明的吉利。王后辛苦了。算不上辛苦，只求大王欢喜。姐妹们也都准备了贺寿的礼物，臣妾特地叫人训练了一班歌舞女伎，为大王助兴。王后和爱妃们的心意，寡人领了。可不赶巧，今日寡人要去见个故人。这酒宴和歌舞，还是由你们带寡人去享用吧。大王，王后不必懊恼，寡人的生辰年年都有，错过了今年，还有来年。故人？哪一位故人？一定是大王看中的故人。大王的心思可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妾的能猜测得到的。说来也不奇怪，这些年大王并不重视自己的生辰。大监，王后，米八字，大王让你跟他一块儿去见故人。米八字，请。王后恕罪，芈月不得不先过去了。大监，王后，能否告诉我，大王不过生辰的缘由？这老奴就不好多嘴了。那这寿宴怎么办？哦，大王说了，请王后和夫人们自便。大王，大王，跟寡人出宫一趟。是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大王想要芈月说什么？你总该问问，今
今日到底随寡人要去何处？大王若想告诉我，自然会告诉我。难道你一点没有小女子那种好奇心？芈月不知道大王喜欢小女子，那下次芈月随大王出行，一定喋喋不休。寡人就是喜欢你这个脾气，千万别变。跟着去吧，慢一点啊。把祭品放好。是。自君之后，世上再无一人可与你比肩。寡人一直以为，公孙衍能做寡人的另一个你，但没想到他逃离开秦国，与寡人却渐行渐远。当初你离开秦国的时候，可也怀着满腔恨意。你是寡人终身的仇人，也是寡人终身的恩人。你刻薄少恩，行事极端，功高震主。当年寡人还是太子的时候，不慎犯错，竟连累太傅受了异刑。寡人继位，若不重罚你，这大秦的天下岂不成为你的天下？寡人借你的脑袋立威，制住老氏族内乱，缓解诸国相逼的压力，让寡人有了周转腾挪的天地，你也算死而无憾，该含笑九泉。现在知道这里面埋的人是谁了吗？商鞅，商君。商君之墓为何会在这样一个荒芜之地？寡人继位后，将商鞅以谋逆之罪五马分尸，曝尸于世。后来商鞅的门人悄悄收起残尸，准备带到魏国去。经过关卡的时候被查获，弃尸而逃。
当地守将草草将其尸身埋葬于此处。大王这些年有时素服出宫，原来是来祭奠商君。商君与寡人可谓祸福相连。世人有谁知道，商君去世之日，也正是寡人的生辰。难怪这些年大王很少过生辰。芈月，既然你已知道此事的全部底细，事关重大，切不可向任何人提起。你明白吗？臣妾明白。大王生辰去见故人，要说陪伴，也应该是王后，哪轮得到他芈月？王后平日性情好，总是对他包容忍让，怎么样？还是欺负到王后头上来了？你们这些蠢人闭嘴！大王出行要谁陪伴？岂是他一个芈月能左右的？我伤心的是，大王出行，明示于他，却隐瞒于我们。芈月那狐妹子手段，我们又不是没见过。你们只知道以色示人，芈月偏偏用的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手段。自古后宫，谁不是以色示人？以色示人，色衰爱弛。况且大王并非爱色之人，我对大王真心，大王未必珍惜。大王想要的是懂得他心思的人。莫非芈月有读心术？你们先下去吧，我乏了。王后一日没吃东西了，这菜都凉了，奴婢去给王后准备晚膳吧。我不饿，我只想一个人坐一会儿。月儿，今日之事，只怕是真的得罪了王后。我也为此担心。好在王后自小仁厚，心术不坏，你们姐妹只要能把话说开了就好了。可有些事情，我又是实在不能与她明说。那就有空多去交房店走动走动，别让那些离间生事的小人见空插蝎子。姑姑说的对，我这就去看看姐姐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是在生我气吧？没有。可姐姐分明是在生气。那你就告诉我，你今日与大王去了哪里？见了哪位故人？这就是我特意要来见姐姐的原因。
我今日与大王去了哪儿，见了何人，却是一字也不能向外人吐露。外人？你我是姐妹，我从没有一件事情隐瞒过你。姐姐，此事真的无奈，还请姐姐海涵。既然如此，你来我这儿，还不如不来。姐姐，真的抱歉，我不想得罪了姐姐，更不想与姐姐生分了，还望姐姐谅解。回去吧。看一看，看一看嘞，看一看，看着点路。对不住。等，我刚刚想起来了，你采买的单子里面要加上川贝母、益母草和连翘，店里头断货几日了，宫里的女医治几日要用的。那个女医治啊，最难打发了。上次店里给她准备了川贝母，她说那是北贝，药性差，材料不好。还说啊，她在楚国的时候只用松贝和青贝，要不是这两种，她不要。那你就给她找松贝嘛，反正是宫里要的东西，又不会差我们的钱。去吧。好吧。母监，水。哦，是大王。天太热了，该让永相令给各宫发送兵了。今年的天儿热得特别早，往常都是夏至才开始送兵，可眼下离夏至还有小半个月呢。等夏至到了，寡人要出宫去祭地。上回生辰寿宴，寡人撒了王后他们的信。这次夏至，赏些好衣料、首饰给后宫，让王后操持着办，也让他们高兴高兴。是。王伯。哟，女医治来了。王伯，上次我要的那几味药准备好了吗？有了，都给您备好了，请稍等。好。白菜，新鲜的大白菜。益母草和连翘是最好的，这次的川贝母是松贝。好。谢谢啊。看一看。多谢。谢谢。慢走。姑姑，你，姑姑别来无恙。黄公子，不错，你没死啊？九死一生。大家都以为你死了。芈月进了宫，被大王封了八字。我知道。那此时，你在这咸阳城里做什么？孤魂野鬼